最近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是正强，伫花莲甲台东豪雨成灾。讲这个台东的山顶有人家厝后尾挡土墙将做小水墙，这个大水是规个灌入去厝内底。加在当地乡亲早就有准备，无来造成着更较大的灾情。 小型水墙水有够大，这不是溪，是台东台湾村一间人家厝内。今天晚上就开始了，昨天晚上就开始了，就一直。边仔规排沙包拢无路用，水赶快一直流入因的厝内。毋若台东尔花莲淹水的灾情，阁互人想袂到。来到北滨外环道车驶入去崩坑内面拢积水，若要过都要硬驶过，这毋若安尼尔，伫主坑里，乌多摆想要徛嘛徛袂叮当。中招了。 在水里啊，太离谱了！一日落大雨，花莲县真热灾情来到中庆市场，袂输是来到水都，规个市场拢浸伫水内，附近的住户有够生气。烂，太烂了！除了市区淹水，花莲溪嘛是涨大水，溪水强要淹到桥面，山区嘛一直有土石流的灾情，真个树啊拢倒入路中央。沿规风台虽然讲无定律。 淹过外围环流所带来的雨，和花莲台东地区挡袂牢，在地人希望讲会使赶紧好天好花整理家园。